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甲英國5出正經典的作品重新改編，對9月開始呢，要佇咧高雄的中山堂演出，有歌戲、布袋戲和咖喱戲。主辦單位是希望講，讓觀眾看到經典的好戲以外，也會當甲這傳統的戲劇文化一代傳過一代。你是這義兄不錯，王樂，正是我這義兄到位。安尼若變這型呢，才緣投。一個人輕鬆演出無共個性的兩種角色，18個功夫甲布袋戲紅仔人嘅藝術真個人共款。來自家己嘅義兄高獎用劇團，今年都用這出英雄製作入選團藝金曲獎4項大獎。除了這出戲，國立團藝中心閣挑選4出經典好戲，種類包括布袋戲、歌戲，也閣咖喱戲。透過重新改編，結合其他元素，對9月份開始，要佇高雄中山堂一出搬過一出，帶領民眾做回來看好戲。我們讓呢這個經典呢成為真正的經典，讓呢一再的演出，讓觀眾可以感動，可以共鳴，而且以我們的戲曲為榮。7點鐘，由傅凱表示，英國有真儕捌得獎，也是觀眾環境真好演出。後來受到經費甲演出舞台限制，真少有機會通閣看到。這個戲劇經典劇典，都是要提供這個舞台，甲這個好戲經過劇團創作者的重新解說，好符合這個時代社會經典好戲重新扮演。面對當代的觀眾，讓各位觀眾看到他們的每一部作品的登場之道其實是都不一樣的，而這也反映台灣當代戲曲的充沛的創作能量以及多元的發展。透過這樣的平台，我們才有機會把前輩傳承給我們的好戲，像這些展陶經典，那一直不斷的透過各個展演的一個制作跟媒合，才有辦法從我們這邊傳承到年輕輩這一代。歌戲精彩展陶，還有咖喱戲甲現代戲紅仔跨界合作的好戲，對9月初開始，攏會佇高雄中山堂相線上演。團藝中心毋忘透過劇典的舉辦，會當國傳統的戲劇文化一代傳一代。記者柯家族、柯兆陽高雄場報道。